好，观众朋友，下面请看赵培为我们带来的微视频。谢谢主持人，大家好。2017年6月底，连续2个消息来源在推特上爆料，甘肃正在修建一个10万人等级的大监狱，由来自北京的官员直接负责。中国的微博上有一个中共的内部人发了一个狂妄的爆料帖，加了图片，大意是西北最大的监狱准备关押中共的要犯。微博里说呢，能进来算你能耐。这个微博的配图是一个在进的大楼。那么推特上的网友根据这3个消息来源，在谷歌地图上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一个细心的网友在地图上的北纬38度07分、东经103度10分、巴丹吉林沙漠中心，发现了一大片极为整齐的蓝色棚顶的这个大棚屋，周边的土地画的是方方正正，可能是要耕作没耕作的土地。这片建筑物是从2013年开始修建，现在接近完工。那么地图显示呢，这个工程的名字叫做立新农场。网友们怀疑这只是一个监狱工程的代号。那么立新农场所在地区是南湖乡，这是一片这个烟景洼地草原，你说是绿洲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它没有任何流动的水源。2002年到2012年。这段期间呢，大约有几十户、上百户的农户迁入，他们用这个深井地下水把这片沼泽开垦成了农田。有意思的是呢，整个南湖乡的百姓在2016年前就全部异地安置完毕，也就是说呢，现在这个地儿是没有普通百姓了。那么这一片建筑物显然不是给百姓住的了。这片施工区呢是东西长17公里，南北长9.5公里，相当于6到20个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，可以关押人数呢最多可能达到30万到100万。它方圆40公里全都是沙漠，关进去的人想跑是跑不了的。因为没办法实地考察这些建筑，网友就用了排除法。首先呢，它不是工厂或者是这个光伏发电项目，因为它没有配套的设施，并且呢，如果是民用项目，它是不需要保密的。其次呢，它也不是农场，因为没必要为一个农场修建4条公路。最后呢，它也不可能是军事基地，因为没有修建练兵用的这种大操场。那么这个事件呢，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可能有观众朋友会问呢，这到底是不是集中营呢？我觉得中共在西北修建大型的集中营是肯定的，但它未必就是这个地方，因为最准确的消息来源应该是国内的那个微博是在西北修建监狱。那么推特上的消息呢，就把这个地区缩小到了甘肃，而立新农场只是网友在谷歌上用地图找到的，这里面呢误差几率是很大的。为什么咱们说中共修建大型监狱是肯定的呢？这里面有3点原因。第一点呢，国内微博的爆料是中共内部人在张狂炫耀，在这种无所顾忌的心态之下呢，他最大可能说的是实话。第二呢，是共产党有修建集中营的一个传统啊，当然他自己不把它说成集中营，他的说法是劳教所或者监狱。大家可以查一下中共的贾冰沟、苏联的古拉格的历史。那么自从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呢，类似在西北修建大的集中营这种传闻也是有的，但是当时的消息比较封闭，不能验证而已。那么第3点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中共在劳教制度被取消之后呢，它少了一个不经过法庭审判就直接关押百姓的工具。那么他为了维持压迫百姓，他就需要建立更多更大的监狱。特别是呢，现在共产党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之后呢，他的权贵们忙于转移资产出国，那么民间百姓的反抗呢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激烈。中共是有进大监狱的需要的。集中营这种事儿呢，是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暴政的一个缩影。
大家指望共产党给大家民主，这种幻想是不能再有了。唯有中共倒台，才能够彻底清除这些暴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微视频到这里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。